各位網友，大家好。嗱，咁大家會見到我後邊咧嗰幅圖啊，咁就係咧電腦嘅截圖嚟嘅，咁後邊咧影緊嘅就係以色列同埋咧伊朗而家交戰緊。嗱，呢一個畫面應該就係以色列特拉維夫嘅夜空啊，咁大家會見到咧有好多嗰啲好似流星嗰啲咁嘅光線咧，其實就係伊朗嘅導彈射去咧以色列嗰度嘅。咁啊，以色列同埋呢個伊朗嘅戰事咧，咁啊可以話相當之劇烈啦。咁啊，尤其是最近添，嗱咁啊香港電台啊或者電視台咧，傳統嘅媒體都冇報導嘅。咁但係內地咧有好多啲自媒體咧都有有圖有畫面，就話咧其實伊朗而家係大規模咁樣反攻翻。咁所以咧就係令到以色列特拉維夫嘅夜空啊，哇！佢話咧就好似白晝咁犀利，同埋咧一片火海嘅。咁似乎咧以色列方面啊喺今次嘅戰事咧就未必會佔咗任何優勢啦，因為咧而家嚟講，伊朗先至係猛烈啦，正式猛烈反攻。好啦，咁就係呢一個政局咧會點樣去進一步演化咧？冇人知道。嗱，原因就係特朗普佢咧就係最新嘅消息就話佢喺未來嗰2個禮拜之內就會咧決定究竟會唔會入侵啦，或者攻打同埋以色列一齊咧嘅攻打伊朗。嗱，咁就大家可以睇到咧，點解呢一個特朗普而家嚟講，佢對呢件事呢個決定咁猶豫不決呢？嗱，咁啊較早前呢，咁有新聞報道就話，其實咧特朗普喺呢個以色列啦襲擊伊朗嘅時候，佢已經係批准咗美軍呢就係可以呢就進攻呢一個伊朗，但係呢，佢就未作出最後嘅決定嘅，即係未下達最後嘅指令。咁所以呢，美國呢就並冇呢就跟隨住以色列咁樣呢去打伊朗。咁好啦，咁啊當記者問到有關嘅事情之後呢，咁大家從電視嘅畫面入邊都可以睇到，特朗普回答記者嘅問題呢，可以話係模棱兩可嘅。佢並冇直接回覆記者，就話究竟美國會唔會出兵打伊朗？咁佢只不過成日講，佢話呢就係希望伊朗係能夠咁係無條件投降。如果唔係嘅，將會有重大事件發生，甚至佢亦都係會出言恫嚇呢一個伊朗。佢就話咧，根本佢哋已經係得悉咗一個伊朗最高嘅領袖哈梅內茲，咁話咧就知道佢個藏身地點喺邊度。嗱咁啊，所以咧你睇到嘅咁啊，特朗普方面雖然咧好強硬，但係咧去到最尾嗰一着，即係話咧究竟出唔出兵，佢到而家都未揸定主意。好啦，咁嗱，我呢條短片咧就想同大家分析下點解特朗普一向做嘢都係嘅，相當之果斷。咁大家睇到咧，佢喺貿易戰方面真係咧，哇！佢言出必行，而且咧佢個決斷係好快嘅。咁啊，例如咧同中國打呢個關稅戰嘅時候，中國一回應咧，佢即刻咧已經係咧就係採取新嘅行動對抗翻。咁但係咧喺呢一件事入邊咧，完全你睇到啦，唔似特朗普嘅性格喎，佢竟然咧優柔寡斷。咁究竟問題出咗邊度呢？咁啊，首先大家要睇翻特朗普呢，其實呢，佢唔係一個窮兵黷武嘅人，佢只不過生意佬。咁啊，生意佬呢係尋求咩嘢呢？生意人呢尋求嘅就係最大利益。咁啊，任何事情呢，佢都希望得到最大嘅利益噶。好啦，咁啊，假如呢個美國真係出兵呢個伊朗嘅時候，咁美國究竟係唔係得到最大嘅利益呢？其實就唔係嘅，我相信特朗普亦都係咧心知肚明，計得清清楚楚。嗱，先第一，咁啊以美國而家嚟講，面對咁大嘅財赤，咁佢一路咧都係想削減軍費。咁所以你會見到咧，特朗普上場之後，咁佢咧就從好多地方都係咧就撤軍喎，佢又唔再好似以前咁樣全世界派嗰啲咁嘅美軍咧駐守。咁亦都係咧，佢曾經講過嘅。咁佢就係話美國咧過去咁多年一路窮兵黷武，咁啊結果咧美國得到啲咩嘢呢？乜嘢得唔到？係得到龐大嘅財赤。咁啊，所以咧佢上任之後，佢好希望佢嘅盟友咁啊要佢哋分擔呢一個全球嗰啲軍費，或者咧就係希望佢啲盟友咧增加軍費開支嘅。咁當然啦，嗱咁佢啲盟友咁啊睬佢都傻啦，咁啊未必會應承佢。咁如果美國今次真係捲入以伊呢場戰爭嘅時候，
咁你諗下，以美國目前呢個財政狀況，你話特朗普係唔係猶豫不決呢？講真啦，如果真係一旦開打的話，咁我相信美國呢，無論加幾多關稅都好啦，都不足以彌補喺呢一方面嘅支出。咁所以喺呢一點嚟講呢，咁我相信係特朗普係猶豫不決嘅其中一個原因。好啦，咁第二個咩原因令到特朗普而家呢竟然一改就去過往嗰種強悍嘅作風，同埋呢係做嘢好快嘅，咁寧願做錯咗呢就即刻呢朝令夕改。嗱，呢個作風點解會突然間唔同咗呢？咁我相信特朗普當任美國總統之前，咁佢亦都係呢熟讀美國嘅歷史。咁大家可以睇到美國過去嗰半個世紀，佢參與全球任何嘅一場戰爭，結果係點樣呢？咁我可以呢贈送兩個字，就係慘敗。咁大家可以睇翻一路追溯翻，咁就喺1950年到1953年嗱，當時嚟講，杜魯門呢就係美國嘅總統。咁當時呢，美國亦都係好似而家咁樣船堅炮利嘅。咁而呢，當時北朝鮮係一個係相當之落後嘅一個國家。咁而且呢，中國雖然支持呢個北朝鮮，就係出兵幫呢個北朝鮮打呢個韓戰，但係呢，同樣嚟講都係呢一個相當之落後，同埋呢一窮二白個國家。咁甚至呢比而家嚟講伊朗更加窮上好多倍。咁當時呢，大家都知道啦，中國呢就係解放軍喺韓戰入邊都係咧用小米加步槍。小米即係咧袋住一包米，咁步槍你諗下係用嗰啲半自動步槍去打仗。咁但係美國方面嗰時已經係有原子彈噶啦，同埋咧亦都係船堅炮利。咁但係韓戰點樣呢？打咗3年，雙方都唔能夠呢係打贏對方，雙方都佔唔到便宜，結果呢要坐低去和談。以3-8為線，將呢個係韓國呢就分為南北韓。好啦，跟住喺60年代到70年代，大家亦都可以睇到嗱，美國咧參與呢個係越戰啊、柬埔寨戰爭啊，結果點樣呢？大家可以睇到嗱，越戰咧打足20年，由1955年就打到1975年，結果都係呢係慘敗嘅。至於呢柬埔寨戰爭更加攞命，係只不過打咗短不足5年，亦都係呢好快咁樣就係美國就以失敗告終。好啦，除咗喺東南亞、喺亞洲嘅戰爭之外呢，美國呢亦都係全球咁樣開戰嘅。就係例如呢，佢喺呢一個阿富汗嘅戰爭，足打足10年，去到最尾點樣呢？咪一樣係即係落荒而逃咯。而且呢，佢撤退嘅時候亦都相當之醜樣。佢撤退嘅時候係幾時呢？就係2020年同埋2021年嘅。當時嚟講，大家從呢啲畫面都見到噶。美國撤軍嘅時候，佢真係咧乜嘢都唔理，甚至咧連係幫呢一個美國做嘢嘅阿富汗嗰啲人民咧都係棄之不理嘅。可以話係落荒而逃啦。好啦，就係再講最近嘅一次就係從敘利亞撤軍啦。喺幾時發生呢？就係2018年。我就記得喺2018年聖誕節呢。當時呢，特朗普總統同埋呢第一夫人梅拉尼亞，就係好快事先未有任何通知之下呢，突然間就飛到去呢一個伊拉克去探訪呢，就係當地一個係軍事基地嘅美軍。今次嘅探訪入邊，其實呢特朗普就發表咗演講嘅。呢個演講係講啲乜嘢嘢呢？大家可以重溫翻。佢當時佢就話，美國呢就唔會再做世界警察，同埋呢佢話再次為佢提前宣布從敘利亞撤軍呢，就作出一啲咁嘅辯護嘅。大家都即係從呢啲番談話知道啦。點解特朗普唔想再做世界警察呢？佢就發現到原來做世界警察呢就吃力不討好嘅。只會俾美國呢就帶嚟咗呢啲咁嘅災難。例如呢美國人厭戰啊、反戰啊，同埋呢亦都令到美國方面呢就係喺軍費嘅開支係相當之龐大。但係得到啲咩嘢呢？佢話乜嘢都得唔到。做世界警察呢，只不過係保護人哋，人哋呢不費分毫就可以得到一個安定平靜嘅環境。但係呢美國就全世界咁樣呢，就去花好多金錢，所以呢佢就覺得呢樣嘢呢係對美國係唔公平，係唔抵嘅。於是乎呢喺當年嚟講，佢已經決定唔做世界警察。好啦，言猶在耳，時間呢都係大概係7年到啦。如果而家特朗普再次捲入中東嘅戰爭入邊呢，豈不是佢係出爾反爾，同埋呢豈不是呢
佢又係完全個邏輯上咧出咗問題咯。咁啊，一方面佢知道啊，呢啲咁嘅窮兵黷武咧會帶嚟咧就係好大嘅財政負擔，亦都係好大嘅人命傷亡。咁而家佢已經決定咗唔做嘅，咁點解而家佢又捲入呢場戰爭之中咧？嗱，我相信咧，阿特朗普而家咧真係相當之頭痛嘅，可以話腦交戰喺度咧掙扎緊嘅，究竟出兵啊定是唔出兵？多謝各位。